人民币嘛，才对，那个什么，我刚刚在写题了，哥哥。那这个类型的学校的不要干啥。你这卖带吗？你别个别这么，你刚才干嘛都有呢？
手机介绍嘛，手机，今天手机你觉得都有吗？就车上，我当你的是这个对的吗？这个对的，这个是个我们。